上新的8点电视剧以戏剧的方式来呈现着4位20岁到50岁无同年龄的女性为生存打拼的故事。其中艺人郭淑琴演一个真有钱，但是低调的房地产的大户，金钟影后超强的演技，让观众看甲真够开。到你就是传说中拥有东区一条街的东区之塔。 新婚去用知影，好姊妹也是错一条，但是嘛新鲜。金钟影后柯淑琴伫上新的戏剧《姊妹啊对吧》这出戏当中挑战房地产大户的角色，代志交互伊就对啊。有一种孝顺叫做不要让妈妈担心。你亲爱的儿子如果变成一个长不大的爸爸哦，这是你的责任啊。 别人看伊敢若亲像做圆满、做成功的，但是其实伊想要追求的是简单的幸福。 李嘉纯她是一个非常天真、简单，然后非常可爱的50几岁妇人，把自己的状态弄好，然后人家才会把你当公主看待。那当公主的前提，并不一定要有豪宅、名车、名牌包。这出戏当中有4位女主角，因拢做拍拼，希望讲会当变成女强人，但是伊唔是真正万能的女超人，所以做爱对剧的，因为戏剧内底有希望、有解答，做者观众对因的故事足期待的。